四車啊，醫生，四車啊，單嚟，五車啊，鄭德全，六車啊，龍，七車啊，偉，八車啊，八，九車七神，十車啊，行啊。我去到三個好笑啊，四六。哇！做咗時上翻嚟，接翻兩次，好近啊！我啲阿哥，翻嚟嗰就小明啊，而家頭車啊！哎呀，我總係好耐啊，就上翻嚟啦，好彩啊！睇嚟咧，阿張條嘅車好直就得啦，大家喺度留意啊！跟後邊嘅車留意啊，跟住咧佢嘅上都好重㗎。加得多。頭車都係小明啊，二車可樂仔，三車棍王，四車阿 Danny， 五車鄭德全，六車阿十八，七車阿龍，九車一定要行啊，十車就係阿出嚟嘅都係大嘅車啊，多謝啊，2分加。冇事，好彩。哇！頭先一陣佢起碼咧3個彎嘅呢個頭先啊，影睇啲啊，睇好嘅彎，影睇少少啊。哇！同好少睇睇嘅彎，好似冇事啊，好事啊！阿偉嗱，你後面嗰係頭車嚟㗎，佢到靚嘅一樣嘅，不過今日唔好再花錢成日頭車都係小明，二車可樂仔，三車棍王，四車有車壞咗，四車嘅五車就勁得而家龍情關啊，呢個車嚟啊，由於我哋高速都大條路嚟嘅，七車變咗七神啦，七車變咗七咋，龍仔，關住先啊，喺度喺度先啦，好翻到啦，行㗎，係啊，啲龍車人就睇太快就翻埋嚟啊，安全性嘅之後，呢一位。睇得少少嘅，即係可以睇下呢段時間。後車留意啦，後邊有個3號車、10號車、12車嚟嘅。佢而家要俾你讓開少少啦，因為翻咗到而家啊。不過嗱呢程車嘅時間都快咗啦，頭車17.53啊，最快輕鬆2車17.82啊，三車就唔係翻走之後咧就黑車啊，張條過咗，張條3車啊。哎呀，打咗2次彎走佢，可能會有3次嘅呢條路，試一啲咁咪走。阿恒你後面嗰個係頭車嚟，啲道你嗰個一樣嘅，唔該晒 ，thank you。我準備入咗葡京灣，我要重做啦已經嚇，我話睇你入葡京灣啊，有少少睇頭，不過都 OK。阿龍唔該晒。三車就跟住啦，而家係三車大過彎啊，呢條路啊要係。四車都係棍王啊，四車棍，車就得嚇，雙翻條道，呢個時間嚟㗎，4分鐘，4分鐘，暫時頭車小明，二車可樂仔，三車 Danny，咁啊小明都已經走到好遠㗎啦，係咁翻咗啲車㗎啦。我哋玩一個玩車啫嘛。哎呀，真係想意外大家運睇嘅都有意外啊！大家佢哋真係冇線啦，真係保持住，但係已經睇到少少啦，而家請一條上埋嚟，即係少啦。真係少咗分鐘。
事啦。好啦，嗱 MKCC B 組嘅賽員啊 5 minutes into this race, and the running order is 1, 3, 2, 6, 7, 4, 10, 9, 8, 5. 佢留意下隻頭車，本嚟有咩好老闆啊，紅白藍花。嗱 MKCC B 組嘅賽員可以攞你部車 ，MKCC B 組嘅賽員可以攞你部車出嚟裝機打預定呢部啊 ，MKCC 2WC B 組嘅賽員可以攞你哋部車出嚟裝機打預定呢部。9分鐘咋，會頭樣嘅。好啦，好頭先，哇！咁而家去多馬賽灣啊，紅白藍花，紅白藍粉紅花啊，呢個花咧係。佢10年前玩西用㗎，如果10年後攞翻出嚟用啊，要襯翻呢個好中期呢個顏色啊，同埋個花。而家暫時睇車啊，二車睇先。二車啊，二車而家變咗 Daniel 啦，二車變咗 Daniel 啊，一路出到嚟。三車鄭德權，四車棍王啊，五車可樂仔應該有滅色啦。三四車睇下雙梯嘅彎，鄭德權同埋棍王，三四車。6分鐘，仲有2分鐘啊，仲有2分鐘啊！仲有2分鐘時間，2分鐘而家2分鐘啊！睇條嘅車就比較上起嚟慢少少嘅，不過你仲快啲咁嘅。啱啱仲有冇機會啊？喂，就幾分啊？頭先係楊生，唔該晒。好啦，飛緊飛緊飛緊啦！好啊，福地啊，好啊，歐隊啊，等時啊，老東打，加上住咗頭之後咧，等我過翻先到行，知道行啊。需要車手啊，講完係嘛？但係冇可能車先有近嘅啫啊！一路3年青春，好似我幫你講啦，黐住個仔，跟住嚟啦。哇！而家就仲快嘅，大少一啲啊，可能溝到你啊嗱。大家都嚟一齊喎，仲有1分鐘，仲有1分鐘啊，仲有1分鐘。頭車咧好犀利啊！接近翻一晒所有車，仲加一架未翻一車。30 seconds drivers. 仲有30秒，仲有30秒。嗱 MKCC B 組嘅賽員啦，可以出嚟攞雙打，可以攞住你部車出嚟裝雙打預備呢部啊。5, 4, 3, 2, 1. Finish your 我賽前聽翻8收車，3號收車，4號收車，8號收車，8號收車，5號收車，2號收車，1號。